中有一间卖绿豆汤的业者，疑似拄到有外送员来骗餐。看这个报道。敢是去翕到穿白衫的查甫人要来领餐，头家甲伊确认订单的号码。核对了后，互伊餐点，对方摕一杯饮料就走。不过事后却显示，变做其他的外送员要来领餐，头家才发觉，互人骗去啊！我也给他餐了，结果他离开过没3分钟、5分钟，想说系统怎么重新配对外送员？对，然后赶快先重做一份单，一模一样的单，但外送员拿的餐其实就是把这个餐骗走了。事发伫咧台中北区一间绿豆汤的店，头家讲正确领餐的流程是做好餐点，外送员照单号摕物件，搁试领餐，送餐了后完成订单。不过，这个白衫的查甫人是物件摕了后无试领餐，系统转单就变做是其他的外送员要来领餐，店家就搁爱加做一份，加了钱。是我上网呼吁同业嘛，他们才说要请外送员出示画面，一定要当下按确认取餐按钮才离开。对，因为这好像是系统的漏洞。系统的浪胖说是业者要来承担，只好想出预防的方式，因为被害业者唔那一个。我们店曾经遇到就是来取餐，然后人就走了，然后我的系统的单就整笔这样消失。隔壁的店家嘛北讲拄到类似的状况，损失700多块的餐点，不过业者无奈表示向平台反映嘛无效，有一寡受害店家决定报警察提告，希望这款恶质的骗餐手法袂阁出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